27回，美髯公千里走单骑，汉寿侯武关斩六将。却说曹操部下诸将中，自张辽而外，只有徐晃与云长交厚，其余一皆尽服。独蔡阳不服关公，故今日闻其去，欲助追之。操曰：不忘故主，来去明白，真丈夫也。汝等皆当效之。遂斥退蔡阳，不令去赶。程昱曰：丞相待关某甚厚，今彼不辞而去，乱言骗楚，冒渎君威，其罪大矣。若纵之使归袁绍，是于虎天意也。不若追而杀之，以绝后患。操曰：吾习以许之，岂可失信？彼各为其主，勿追也。因为张辽曰：云长风经挂印，才会不足以动其心，绝路不足以移其志，此等人无深敬之。想他去此不远，我一发结识他做个人情。如可先去请助他，待我与他送行，更以路费征袍赠之，使为后日纪念。张辽领命，单骑先往。曹操引数10骑随后而来。却说云长所骑赤马，日行千里，本是赶不上。因欲护送车仗，不敢纵马，按配徐行。忽听背后有人大叫：云长且慢行！回头视之，见张辽拍马而至。关公叫车仗从人，只管望大路景行。自己勒住赤兔马，按定青龙刀，问曰：文远莫非欲追我回乎？辽曰：非也。丞相之兄远行，欲来相送，特先使我请助台驾，别无他意。关公曰：便是丞相铁骑来，无愿决一死战。遂立马于桥上望之，见曹操引数10骑飞奔前来，背后乃是许褚、徐晃、于禁、李典之辈。操见关公横刀立马于桥上，令诸将勒住马匹，左右排开。关公见众人手中皆无军器，方始放心。操曰：云长行何太速？关公于马上欠身答曰：关某前曾禀过丞相，今故主在河北，不由某不及去。累次造府，不得参见，故拜书告辞，封金挂印，纳还丞相。望丞相勿忘昔日之言。操曰：吾欲取信于天下，安肯有负前言？孔将军途中乏用，等巨鹿资相送。一将便从马上拖过黄金1盘。关公曰：累蒙恩赐，尚有余资，留此黄金以赏将士。操曰：特以少酬大功于万一，何必推辞？关公曰：区区为劳，何足挂齿？操笑曰：云长天下义士，恨无福薄，不得相留。锦袍一领，略表寸心。另一将下马，双手捧袍过来。云长恐有他变，不敢下马，用青龙刀尖挑锦袍披于身上，勒马回头称谢曰：蒙丞相赐袍，翌日更得相会。遂下桥望北而去。许褚曰：此人无礼太甚，何不擒之？操曰：彼一人一计，无数10余人，安得不疑？无言既出，不可追也。曹操自引众将回城，余路探想云长不已。不说曹操自回，且说关公来赶车仗，约行30里，却止不见。云长心慌，纵马四下寻之。忽见山头一人，高叫：关将军且住！云长举目视之，只见一少年，黄金锦衣，持枪跨马，马项下悬着首级1颗银100余不足，飞奔前来。公问曰：汝何人也？少年弃枪下马，拜伏于地。云长恐是诈，勒马持刀问曰：壮士，愿通姓名？答曰：吾本襄阳人，姓廖，名化，字元简。因事乱流落江湖，聚众500余人，劫掠为生。下才同伴渡远下山巡哨，误将2夫人劫掠上山。吾问从者，知是大汉刘皇叔夫人。且闻将军护送在此，吾即欲送下山来。路远出言不逊，被某杀之。今献头与将军请罪。关公曰：二夫人何在？话曰：现在山中。关公叫急取下山。不疑时，100余人簇拥车仗前来。关公下马停刀，插手于车前问候曰：二嫂受惊否？
二夫人曰：若非廖将军保全，已被杜元所入。关公问左右曰：廖化怎生救夫人？左右曰：杜远节上山去，就要与廖化各分一人为妻。廖化问起根由，好生拜敬。杜远不从，已被廖化杀了。关公听言，乃拜谢廖化。廖化欲以部下人送关公。关公寻思此人中是黄金余党，未可作伴，乃谢却之。廖化又拜宋金伯，关公亦不受。廖化拜别，自引人伴山谷中去了。云长将曹操赠袍事告知二嫂，催促车仗前行。至天晚，投一村庄安歇。庄主出迎，须发皆白，问曰：将军姓甚名谁？关公施礼曰：吾乃刘玄德之弟关某也。老人曰：莫非斩颜良？文丑的关公否？公曰：便是。老人大喜，便请入庄。关公曰：车上还有二位夫人。老人便唤妻女出迎。二夫人至草堂上，关公搭手立于二夫人之侧。老人请公坐，公曰：尊嫂在上，安敢就坐？老人乃令妻女请二夫人入内室款待，自于草堂款待关公。关公问老人姓名，老人曰：吾姓胡，名华。还时曾为一郎，致仕归乡。今有小儿胡班，在荥阳太守王直部下为从事。将军若从此处经过，某有一书寄于小儿。关公允诺。次日早膳毕，请二嫂上车，取了胡华书信，相别而行，取路投洛阳来。前至一关，名东岭关，把关将姓孔、名秀引500军兵在土岭上把守。当日关公押车仗上岭，军士报之孔秀，秀出关来迎。关公下马，与孔秀施礼。秀曰：将军何往？公曰：某辞丞相，特往河北寻兄。秀曰：河北袁绍正是丞相对头，将军此去必有丞相闻凭。公曰：因行其忽迫，不曾讨得。秀曰：既无闻凭，待我差人禀过丞相，方可放行。关公曰：待去禀时，须误了我行程。秀曰：法度所居，不得不如此。关公曰：汝不容我过关乎？秀曰：汝要过去，留下老小为职。关公大怒，举刀就杀孔秀。秀退入关去，鸣鼓拒军，披挂上马，杀下关来，大喝曰：汝今敢过去吗？关公曰：退车仗，纵马提刀，竟不打话，直取孔秀。秀挺枪来迎，两马相交，只一合钢刀齐处，孔秀失横马下，众军便走。关公曰：军士休走，吾杀孔秀，不得已也，于汝等无干。借汝众军之口，传与曹丞相，言孔秀欲害我，我故杀之。众军俱败于马前。关公即请二夫人车仗出关，往洛阳进发。早有军士报知洛阳太守韩福，韩福即聚众将商议。牙将孟坦曰：既无丞相闻凭，即系私刑，若不阻挡，必有罪责。韩福曰：关公勇猛，颜良、文丑俱为所杀，今不可力敌，只需设计擒之。孟坦曰：吾有一计，先将鹿角拦定关口，待他到时，小将引兵和他交锋，佯败诱他来追，公可用暗箭射之。若关某坠马，及擒解许都，必得重赏。商议停当，人报关公车仗已到。韩福弯弓插箭，引1000人马排列关口，问来者何人。关公马上欠身言曰：吾汉寿亭侯关某，敢借过路。韩福曰：有曹丞相闻凭否？关公曰：是冗不曾讨得。韩福曰：吾奉丞相军命，镇守此地，专一盘结往来奸细，若无闻凭，即系逃窜。关公怒曰：东陵孔秀已被吾杀，汝意欲寻死耶？韩福曰：谁人与我擒之？孟坦出马，抡双刀来取关公。关公曰：退车仗，拍马来迎。孟坦战步3合，拨回马便走。关公赶来，孟坦指望引诱关公，不想关公马快，早已赶上，只一刀砍为2段。
关公勒马回来，韩福闪在门首，尽力放了一箭，正射中关公左臂。公用口拔出剑，血流不住，飞马尽奔韩福，冲散众军。韩福急闪不及，关公手起刀落，带头连肩斩于马下，杀散众军，保护车仗。关公胳膊数处箭伤，余路恐人暗算，不敢久住，连夜投以水关来。把关将乃滨州人士，姓卞，名喜，善使流星锤。原是黄巾余党，后投曹操，拨来守关。当下闻之关公将到，寻思一计，就关前镇国寺中，埋伏下刀斧手200余人，诱关公至寺，约即斩为号，欲图相害。安排已定，出关迎接关公。公见卞喜来迎，便下马相见。喜曰：将军名震天下，谁不敬仰？今归黄蜀，足见忠义。关公诉说斩孔秀、韩福之事。卞喜曰：将军杀之是也。某见丞相带秉中去。关公甚喜，同上马过了沂水关，到镇国寺前下马。众僧鸣钟出迎。原来那镇国寺乃汉明帝御前香火院，本寺有僧30余人，内有一僧，却是关公同乡人，法名普净。当下普净已知其意，向前与关公问讯，曰：将军离蒲东几年矣？关公曰：将及20年矣。普净曰：还认得贫僧否？公曰：离乡多年，不能相识。普净曰：贫僧家与将军家只隔一条河。卞喜见普净叙出乡里之情，恐有走谢，乃斥之曰：吾欲请将军赴宴，汝僧人何得多言？关公曰：不然，乡人相遇，安得不叙旧情耶？普净请关公方丈待茶。关公曰：二位夫人在车上，可先献茶。普净叫取茶先奉夫人，然后请关入方丈。普净以手举所佩戒刀，以目视关公。公会意，命左右持刀紧随。卞喜请关公于法堂筵席。关公曰：卞君请关某，是好意还是歹意？卞喜未及回言，关公早望见臂衣中有刀斧手，乃大喝卞喜曰：吾以汝为好人，安敢如此？卞喜知是谢，大叫左右下手。左右方欲动手，皆被关公拔剑砍之。卞喜下堂绕廊而走，关公弃剑执大刀来赶。卞喜按取飞锤直打关公，关公用刀隔开锤，赶将入去，一刀劈卞喜为2段，随即回身来看二嫂。早有军人围住，见关公来，四下奔走。关公赶散，谢普净曰：若非吾师，已被此贼害矣。普净曰：贫僧此处难容，收拾衣钵，一往他处云游也。后会有期，将军保重。关公称谢，护送车仗助荥阳进发。荥阳太守王直却与韩福是两亲家，闻得关公杀了韩福，商议欲暗害关公，乃使人守住关口。关公到时，王直出关，喜笑相迎。关公诉说寻凶之事。直曰：将军于路驱驰，夫人车上劳困，且请入城，馆驿中暂歇一宵，来日登途未迟。关公见王直亦甚殷勤，遂请二嫂入城。馆驿中皆铺陈了当。王直请公赴宴，公辞不往，只使人送筵席至馆驿。关公因余路辛苦，请二嫂善避，就正房歇定，令从者各自安歇，保卫马匹。关公亦解甲弃席。却说王直密唤从事胡班听令曰：关某被丞相而逃，又于路杀太守并守关将校，死罪不轻。此人武勇难敌。汝今晚点1000军围住馆驿，一人一个火把，待3更时分，一齐放火。无问是谁，尽皆烧死。无一自引军接应。胡班领命，便点起军士，密将干柴引火之物搬于馆驿门首，约时举事。胡班寻思，我久闻关云长之名，不是如何模样，是往窥之。乃至驿中，问驿吏曰：关将军在何处？答曰：正厅上观书者是也。胡班前至厅前，
见关公左手绰然，于灯下几看书。班见了，师生叹曰：“真天人也。”公问何人？胡班入拜曰：“荥阳太守部下从事胡班。”关公曰：“莫非许都城外胡华之子否？”班曰：“然也。”公唤从者于行李中取书付班。班看毕，叹曰：“险些误杀忠良。”遂密告曰：“王直心怀不仁，欲害将军，暗令人四面围住馆驿，约于3更放火。今某当先去开了城门，将军即收拾出城。”关公大惊，忙披挂提刀上马，请二嫂上车，进出馆驿，果见军士各执火把听候。关公即来到城边，只见城门已开，关公催车仗急出城。胡班还去放火。关公行不到数里，背后火把照耀，人马赶来。方先王直大叫：“关某休走！”关公勒马大骂：“匹夫！我与你无仇，如何令人放火烧我？”王直拍马挺枪，进奔关公，被关公拦腰一刀砍为2段，人马都赶散。关公催车仗速行，余路赶胡班不已。行至华州界首，有人报与刘言，言引数十骑出郭而迎。关公马上欠身而言曰：“太守别来无恙。”言曰：“公今欲何往？”公曰：“死了丞相，去寻吾兄。”言曰：“玄德在袁绍处，绍乃丞相仇人，如何容公去？”公曰：“昔日曾言定来。”言曰：“今黄河渡口关隘，夏侯惇不将秦骑拒守，恐不容将军过去。”公曰：“太守应付船只，若何？”言曰：“船只虽有，不敢应付。”公曰：“我前者诛颜良、文丑，亦曾与足下解厄，今日求一渡船而不与，何也？”言曰：“只恐夏侯惇知之，必然罪我。”关公知流言无用之人，遂自催车仗前进。到黄河渡口，秦齐引军出，问来者何人？关公曰：“汉寿亭侯关某也。”其曰：“今欲何往？”关公曰：“欲投河北去寻兄长刘玄的近来借渡。”其曰：“丞相公文何在？”公曰：“吾不受丞相节制，有甚公文？”其曰：“吾奉夏侯将军将令，守把关隘，你便插翅，也非不过去。”关公大怒曰：“你知我于路斩路拦截者乎？”其曰：“你只杀得无名下江，敢杀我麻？”关公怒曰：“如比颜良、文丑若何？”秦齐大怒，纵马提刀直取关公。而马相交，只一合，关公刀起，秦齐头落。关公曰：“当吾者已死，余人不必今走。”速备船只，送我渡河。军士即称周傍岸。关公请二嫂上船渡河。过黄河，便是袁绍地方。关公所立关隘无处，斩将6员。后人有诗叹曰：“挂印封金祠汉乡，寻兄遥望远途还。马骑赤兔行千里，刀眼青龙出五关。忠义慨然冲，宇宙英雄从此镇江山。独行斩将印无敌，筋骨流蹄汉末间。”关公于马上自叹曰：“吾非欲沿途杀人，乃是不得已也。曹公知之，必以我为负恩之人矣。”正行间，忽见一骑自北而来，大叫：“云长少住！”关公勒马视之，乃孙乾也。关公曰：“自汝南相别，一向消息若何？”干曰：“刘辟、公都自将军回兵之后，复夺了汝南。前谋往河北结好袁绍，请玄德同谋破曹之计。不想河北将士各相妒忌，田丰上求狱中，举受处退不用，沈沛、郭图各自争权。袁绍多疑，主持不定。谋与刘皇叔商议，先求脱身之计。今皇叔已驻汝南会合刘辟去了，恐将军不知，反到袁绍处，或为所害，特遣某于路迎接将来。幸于此得见，将军可速往汝南与皇叔相会。”关公叫孙乾拜见夫人。夫人问其动静，孙乾备说：“袁绍2次欲斩皇叔，今幸脱身往汝南去了。夫人可与皇叔到此相会。”
二夫人皆掩面垂泪。关公一言不投河北去，进取汝南来。正行之间，背后尘埃齐楚，一彪人马赶来。当先夏侯惇大叫关某休走。正是六江阻关图受死，一军拦路复争锋。毕竟关公怎生脱身？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8回，斩蔡阳兄弟事宜，会古城主臣聚义。却说关公同孙乾宝二嫂向汝南进发，不想夏侯惇领200余骑从后追来。孙乾宝车仗前行，关公回身勒马，按刀问曰：汝来赶我，有失丞相大度。夏侯惇曰：丞相无明文传报，入于路杀人，又斩吴部将，无礼太甚。我特来请你，现与丞相发落。言讫，便拍马挺枪欲斗。只见后面一骑飞来，大叫不可与云长交战。关公按辔不动，来使于怀中取出公文，谓夏侯惇曰：丞相敬爱关将军忠义，恐于路关隘拦截，故前某持击公文，便行诛处。惇曰：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，丞相知否？来使曰：此却未知。惇曰：我只活捉他去见丞相，待丞相自放他。关公怒曰：吾岂惧汝耶？拍马持刀直取夏侯惇。惇挺枪来迎，两马相交，战不十合，忽又一骑飞至，大叫二将军少歇。惇停枪问来使曰：丞相叫擒关某乎？使者曰：非也。丞相恐守关诸将阻挡关将军，故诱差某持公文来放行。惇曰：丞相知其于路杀人否？使者曰：未知。惇曰：既未知其杀人，不可放去。指挥手下军士将关公围住。关公大怒，舞刀迎战。两个正欲交锋，阵后一人飞马而来，大叫云长、袁让，休得征战。众视之，乃张辽也。二人各勒住马。张辽近前言曰：奉丞相君旨，因闻之云长斩关杀将，恐于路有阻，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，任便放行。惇曰：秦琪是蔡阳之生，他将秦琪托付我处，今被关某所杀，怎肯干休？辽曰：我见蔡将军自有分解，既丞相大度，叫放云长去，公等不可废丞相之意。夏侯惇只得将军马约退。辽曰：云长今欲何往？关公曰：闻兄长又不在袁绍处，吾今将遍天下寻之。辽曰：既未知玄的下落，且再回见丞相，若何？关公笑曰：安有是理？文远回见丞相，幸为我谢罪。说毕，与张辽拱手而别。于是张辽与夏侯惇领兵自回。关公赶上车仗，与孙乾说知此事。二人并马而行。行了数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装尽失。遥望山冈边有一所庄院，关公引着车仗到彼借宿。庄内一老人出迎，关公具言来意。老人曰：某姓郭，名长，世居于此。久闻大名，幸得瞻拜，遂载羊置酒相待，请二夫人于后堂暂歇。郭长陪关公、孙乾于草堂饮酒，一边烘焙行礼，一边喂养马匹。至黄昏时候，忽见一少年引数人入庄，进上草堂。郭长唤曰：吾儿来拜将军。因为关公曰：此于南也。关公问何来？常曰：涉猎方回。少年见过关公，即下堂去了。常流涕言曰：老夫耕读传家，只生此子，不务本业，唯以游猎为事。世家门不幸也。关公曰：方今乱世，若武艺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云不幸？常曰：他若肯习武艺，便是有志之人。今专务游荡，无所不为，老夫所以忧耳。关公一为叹息。至更深，郭长辞出。关公与孙乾方欲就寝，忽闻后院马嘶人叫。关公即唤从人，却都不应，乃与孙乾提剑往视之。只见郭长之子倒在地上叫唤，从人正与庄客厮打。公问其故，从人曰：此人来到赤兔马，被马踢倒。
我等闻叫唤之声，起来寻看，庄客们反来厮闹。公怒曰：鼠贼焉敢盗吾马？下待发作，郭长奔至告曰：不孝子为此歹事，罪何万死？麦老七罪怜爱子，子启将军仁慈宽恕。关公曰：此子果然不孝，是才老翁所言，真之子莫若父也。我看翁面，且估数之，遂吩咐从人看好了马，喝散庄客，与孙乾回草堂歇息。次日，郭长夫妇出拜于堂前，谢曰：犬子冒犊虎威，深感将军恩恕。关公令将唤出，我以正言教之。常曰：他于4更时分，又引数个无赖之徒，不知何处去了。关公谢别郭长，奉二嫂上车，出了庄院，与孙乾并马，护着车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30里，只见山背后涌出100余人，为首2骑马。前面那人头裹黄巾，身穿战袍，后面乃郭长之子也。黄巾者曰：我乃天公将军张角部将也。来者快留下赤兔马，放你过去。关公大笑曰：吾之狂贼，汝既从张角为盗，亦知刘关张兄弟3人名字否？黄巾者曰：我只闻赤面长髯者名关云长，却未识其面。汝何人也？公乃停刀立马，解开须囊，出长髯令视之。其人滚鞍下马，老揪郭长之子拜献于马前。关公问其姓名，告曰：某姓裴，名袁绍。自张角死后，一向无主，啸聚山林，全于此处藏伏。今早这厮来报，有一客人骑1匹千里马在我家投宿，特邀某来劫夺此马，不想却遇将军。郭长之子拜服其命。关公曰：吾看汝父之面，饶你性命。郭子抱头鼠窜而去。公谓袁绍曰：汝不是无面，何以知无名？袁绍曰：离此20里有一卧牛山，山上有一关西人，姓周名苍，两臂有1000斤之力，面孔虬髯，形容甚伟。原在黄巾张宝部下为将，张宝死，啸聚山林。他多曾与某说将军圣名，恨无门路相见。关公曰：绿林中非豪杰脱足之处，公等今后可各去邪归正，勿自陷其身。袁绍拜谢。正说话间，遥望一彪人马来到。袁绍曰：此必周仓也。关公乃立马待之。我见一人黑面长身，持枪乘马，引众而至。见了关公，惊喜曰：此关将军也。急忙下马府，扶道棒曰：周仓参拜。关公曰：壮士何处曾是关某来？仓曰：就随黄巾张宝时，曾是尊严。恨失身贼党，不得相随。今日幸得拜见，愿将军不弃，收为不足，早晚执鞭随邓，死亦甘心。公见其意甚诚，乃谓曰：汝若随我，如手下人办若何？仓曰：愿从则俱从，不愿从者听之可也。于是众人皆曰愿从。关公乃下马至车前，禀问二嫂。甘夫人曰：叔叔自离许都，余路独行至此，历过多少艰难，未尝要军马相随。前料话欲相投，孰计却知今何独容周仓之众耶？我被女流浅见，孰自斟酌？公曰：嫂嫂之言是也。遂谓周仓曰：非关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从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寻见兄长，必来相招。周仓顿首告曰：仓乃一粗莽之夫，失身为盗。今遇将军，如重见天日，岂忍复错过？若以众人相随为不便，可令其进跟裴袁绍去。仓只身不行，跟随将军，虽万里不辞也。关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一二人相从，无妨于事。公乃令周仓拨人伴随裴袁绍去。袁绍曰：我亦愿随关将军。周仓曰：汝若去时，人伴皆散，且当权时统领。我随关将军去，但有驻扎处，便来取你。袁绍样样而别。
周仓跟着关公往汝南进发，行了数日，遥见一座山城。公问土人：“此何处也？”土人曰：“此名古城。数月前有一将军，姓张，名飞，引数十骑到此，将县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。今据有3、5千人马，四远无人敢敌。”关公喜曰：“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谁想却在此。”乃令孙乾先入城通报，叫来迎接二嫂。却说张飞在芒砀山中住了月余，因出外探听玄的消息，偶过古城，入县借粮。县官不肯，飞怒，因就逐去县官，夺了县印，占住城池，权且安身。当日孙干领关公命入城见飞，施礼毕，具言玄德离了袁绍楚，投汝南去了。今云长直从许都送2位夫人至此，请将军出迎。张飞听罢，更不回言，随即披挂持杖8矛上马，引1000余人进出北城门。孙乾惊讶，又不敢问，只得随出城来。关公望见张飞到来，喜不自胜，复刀与周仓接了，拍马来迎。只见张飞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吼声如雷，挥矛向关公便槊。关公大惊，连忙闪过，便叫：“贤弟何故如此？岂忘了桃园结义耶？”飞喝曰：“你既无义，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？”关公曰：“我如何无义？”飞曰：“你背了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，今又来传我，我今与你并个死活。”关公曰：“你原来不知，我也难说。现放着2位嫂嫂在此，贤弟请自问。”二夫人听得接连而呼曰：“三叔何故如此？”飞曰：“嫂嫂住着，且看我杀了负义的人，然后请嫂嫂入城。”班夫人曰：“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暂时栖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险阻，送我们门到此。三叔休错见了。”糜夫人曰：“二叔相在许都，原出于无奈。”飞曰：“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。忠臣宁死而不入，霸丈夫岂有弑二主之理？”关公曰：“贤弟休屈了我。”孙乾曰：“云长特来寻将军。”飞喝曰：“如何你也胡说？他哪里有好心，必是来捉我。”关公曰：“我若捉你，须带军马来。”飞拔手指曰：“误的不是军马来也。”关公回顾，果见尘埃齐楚，一彪人马来到，风吹旗号，正是曹军。张飞大怒曰：“今还敢支吾马？”挺杖8蛇矛便槊将来。关公即止之曰：“贤弟且住，你看我斩此来将，以表我真心。”飞曰：“你果有真心，我这里3通鼓罢，便要你斩来将。”关公应诺。须臾，曹军至，为首一将，乃是蔡阳，挺刀纵马，大喝曰：“你杀吾外甥秦琪，却原来逃在此。吾奉丞相命，特来拿你。”关公更不打话，举刀便砍。张飞亲自擂鼓，只见一通鼓未尽，关公刀齐杵，蔡阳头已落地。众军士俱走。关公活捉执刃旗的小卒过来，问取来由。小卒告说，蔡阳闻将军杀了他外甥，十分愤怒，要来河北与将军交战。丞相不肯，因插他往汝南攻柳僻，不想在这里遇着将军。关公闻言，叫去张飞前告说其事。飞将关公在许都时事细问小卒，小卒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飞方才信。正说间，忽城中军士来报，城南门外有10数骑来的甚警，不知是甚人。张飞心中疑虑，便转出南门看时，果见10数骑轻弓短箭而来。见了张飞，滚鞍下马，视之，乃糜竺、糜芳也。飞亦下马相见。竺曰：“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2人逃难回乡。”使人远近打听，至云长降了曹操，主公在于河北。又闻简雍一头河北去了，只不知将军在此。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说，有一姓张的将军
如此模样，今据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，故来寻访，幸得相见。妃曰：云长兄与孙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尔弥大喜，同来见关公，并参见二夫人。妃遂迎请二嫂入城，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诉说关公立过之事，张飞方才大哭，参拜云长。尔弥一句伤感。张飞亦自诉别后之事，一面设宴贺喜。次日，张飞欲与关公同赴汝南见玄德。关公曰：贤弟可保护二嫂，暂住此城，待我与孙乾先去探听兄长消息。飞允诺。关公与孙乾引数骑奔汝南来。刘辟、公都接着关公便问：黄叔何在？刘辟曰：黄叔到此住了数日，唯见军少，复往河北原本出楚商议去了。关公样样不乐。孙乾曰：不必忧虑，再苦一番驱驰，仍往河北去报之黄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关公一言，辞了刘辟、公都，回至古城，与张飞说知此事。张飞便欲同至河北。关公曰：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处，未可轻弃。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处，寻见兄长，来此相会。贤弟可坚守此城。飞曰：兄斩他颜良、文丑如何去的？关公曰：不妨，我到彼当见机而行。遂唤周仓问曰：卧牛山陪袁绍处共有多少人马？仓曰：约有400-500。关公曰：我今抄近路去寻兄长，如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支人马，从大路上接来。仓领命而去。关公与孙乾只带20余骑投河北来。将至界首，干曰：将军未可侵入，只在此间战些。待某先入见黄叔，别作商议。关公一言，先打发孙乾去了。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，便与从人到彼投宿。庄内一老翁西帐而出，与关公施礼。公具以实告。老翁曰：某义姓关，名定，久闻大名，姓得瞻业。遂命二子出见，缓留关公，并从人拘留于庄内。且说孙乾匹马入冀州见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简雍亦在此间，可按请来同议。少卿、简雍至，与孙乾相见毕，共议脱身之计。雍曰：主公明日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，说刘表攻破曹操，便可乘机而去。玄德曰：此计大妙，但公能随我去否？雍曰：某亦自有脱身之计，商议已定。次日，玄德入见袁绍，告曰：刘景升镇守荆襄9郡，兵精粮足，已与相约共攻曹操。绍曰：吾常遣使约之，奈彼未肯相从。玄德曰：此人是备同宗，备往说，必无推阻。绍曰：若得刘表，胜刘辟多矣。遂命玄德信。绍又曰：近闻关云长已离了曹操，欲来河北，吾当杀之，以雪颜良、文丑之恨。玄德曰：明公前欲用之，无故召之，今何又欲杀之耶？且颜良、文丑比之二鹿耳，云长乃一虎也。是二鹿儿的一虎，何恨之有？少笑曰：吾故爱之，故戏言耳。公可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来。玄德曰：即遣孙乾往召之可也。少大喜，从之。玄德出，简雍进曰：玄德此去，必不回矣。某愿与偕往。一则同说刘表，二则兼助玄德。少然其言，便命简雍与玄德同行。郭图见少曰：刘备前去说刘辟，未见成事。今又时与简雍同往荆州，必不反矣。少曰：汝勿多疑，简雍自有见识。郭图接雅而出。却说玄德先命孙乾出城问报关公，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，上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孙乾接着同往关定庄上。关公迎门接拜，执手啼哭不止。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。
玄德问其姓名。关公曰：此人与弟同姓，有二子，长子关宁，学文；次子关平，学武。关定曰：今于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，魏氏肯容纳否？玄德曰：年几何矣？定曰：18岁矣。玄德曰：既蒙长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贤郎为子，若何？关定大喜，略命关平拜关公为父，呼玄德为伯父。玄德恐袁绍追之，即时起行。关平随着关公一起起身，关定送了一程自回。关公叫取路往卧牛山来，正行间，忽见周仓引数十人带伤而来。关公引他见了玄德，问其何故受伤，仓曰：某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元绍交锋，只一合刺死裴元绍，尽数招降人半，占住山寨。仓到比招诱人半时，只有这几个过来，余者惧怕，不敢擅离。仓不忿，与那将交战，被他连胜数次，身中3枪，因此来报主公。玄德曰：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仓曰：极其雄壮，不知姓名。于是关公纵马当先，玄德在后，径投卧牛山来。周仓在山下叫骂，只见那将全副披挂，持枪奏马，引众下山。玄德早挥鞭出马，大叫曰：来者莫非子龙否？那将见了玄德，滚鞍下马，拜伏道旁。原来果然是赵子龙。玄德、关公俱下马相见，问其何由至此。云曰：云自别使君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。袁绍屡次招云，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后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闻徐州失守，云常已归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绍处。云几番欲来相投，只恐袁绍见怪。四海飘零，无容身之地。前偶过此处，是欲裴元绍下山来欲夺吾马，云因杀之，借此安身。晋闻义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实。今幸得遇使君。玄德大喜，诉说从前之事。关公亦诉前事。玄德曰：吾初见子龙，便有留恋不舍之情。今幸得相遇。云曰：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随，大称平生。虽肝脑涂地，无恨矣。当日就烧毁山寨，率领人众尽随玄德前赴古城。张飞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宿。二夫人俱言云长之事，玄德感叹不已。于是杀牛宰马，先拜谢天地，然后便劳诸君。玄德见兄弟重聚，江左无缺，又新得了赵云，关公又得了关平、周仓二人，欢喜无限，连饮数日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当时手足似瓜分，信断因犀咬不闻。今日君臣重聚义，正如龙虎会风云。时玄德、关张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平、周仓统领马步军校共4、5千人。玄德欲弃了古城去守汝南，恰好刘辟、公都差人来请。于是遂起军往汝南驻扎，招军买马，徐图征进，不在话下。且说袁绍见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图曰：刘备不足虑，曹操乃劲敌，也不可不除。刘表虽据荆州，不足为强。江东孙伯符威震3江，地连6郡，谋臣武士极多，可使人结之，共攻曹操。绍从其言，即修书遣陈震为使，来会孙策。正是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东豪杰来。未知其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第29回，小霸王怒斩虞吉，闭眼而坐领江东。却